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冯佳佳。欢迎咱所有华人世界朋友来收看咱上高起一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高有关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哇，来讲大家世界通，也是大家好准备捧场，大家喷人感谢。是啊，咱有第一文专家陈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语言文化拢会通。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照这种节目惯例，必须爱请来宾的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谢了。大家好，做事袂啰嗦，生活无烦恼，立位拢是宝，欠钱唔免讨，搁唔免答应过，因为恁是为山为水为玲珑的宝，安尼恁讲好唔好？好。我是林聪明，聪明啉落去就足聪明的林聪明，猜起名啦。phong哥，我有物件要送你哦。你有物件要？这个节目对语言文化的推广。十方世界拢受得到，唔是干那全世界。十方世界哦，看卖一个。来哦，这是你家己为本本节目聪明老师。因为这个节目，我感觉足感动，尤其咧安珠老师这辟谷之下啦，放过伫全世界甲十方世界，拢会受到你的节目哦。所以我就感觉讲，爱甲恁鼓励以外，互恁足好的这个宣扬的机会，我就该写做八句联。八句联，啊，毋过怀德拢会使读，怀德拢会使读，记得读看卖啊哈。为山为水为玲珑，山中菊情袂苍苍。哟，为仙芳樟夹春风，水凉光灿夹天龙。为义平安真高尚，铃声稳住拄会动，朗明声旺好眼光。来讲台语世界通。对啦。哇，好，即马是怀，即马得嘞。好，来听看卖啊哈。为山为水为玲珑来，来，山中贤良语声明讲。哦，第三排为菊芳光平稳声台。哦，重点来啊，唱中什么呢？水情江灿，安住王语。哇！第五排也未煞，尾尾磕磕，真拄好势。最后第六排，玲珑春天高飞眼光。最后眼界哦，眼界哦。最后一个阿运阿翁的运，龙冲凤凰上通做歹势上东共通。拍破啊！哦。你甲我本来的名江灿写伫内底，甲新的名恰恰，但是你读做卡，对，所以我卡，以后大家叫我卡，蹦卡呢。台语的文读音，哦，啊这吼，拄我甲胖哥分享一个讲，无拄好写出来吼，嘛应看出大致声你无食饱，你会袂使哦。哇！你甲看哦，前四句是毋是伊叫做平江灿？是，伊的艺名。华语是蹦恰恰，台语是卡。你看哦，伊咧2014年，身份证改做平高尚。对。好，唱伫遮，高尚伫遮。毋过你爱记哦，规个节目爱有安珠老师伫啊哦，哇，甲你拄掉的，帮你这节目啦，真他光彩以外，佫会使足侪文化唱伫内底，所以我感觉爱甲恁鼓励。哇！我代替阮平家来做中，厉害呢！地上无过无上的敬意，平常是听讲你拢是英国伫咧推广台语。咧做导览志工，今年拄啊第20档。迄叫做导览志工，对，是啊，是介绍遐英国会啊博物馆。是，这是咧拜三下晡学校无课的时阵，正常的时阵是咧学校，你甲囡仔骗你讲台语。会支援人员。老师，我感觉你
家己的砂锅鱼头嘛，袂歹食啦。哦，元朗哦，足侪人不是我开的，我讲这个名是，不是，这个菜市仔名吼，店名，因为这个名足侪人有好啦，啊，好这个名有什么好处？互我教着学生叫做聪明的学生，啊，我的老师叫做聪明的老师，哦，啊，你若是我的朋友，聪明的朋友，啊，这名替人好的，感谢你哈，唔该唔该，是今日老师有3个，所以我慢慢来哈好。聪明，今日两聪在场啦。哎呦，我的名老聪来感谢，所以这位老师，麻烦你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请了。我说第一名顺聪吼，甲碰过共款拢家己人，啊而且吼顺聪佫有写一本册叫做《吼工商服务者台语好日子》。哦，这本册啊，就是讲吼，你即马现代人啊，你像咱家己啊吼，四个拢台语，毋过咱啊伫台北拢学无对无，听袂着，所以咱就来看册。教你做者美甲甲撇步的。是，你一个出这一本哦。对啊，佫有第二本啊。但是什么叫做大树呀？大事就是讲啊，吼，咱普渡的时阵是有做者迄个吼，你遐说来说去，所以还有一个警察局长啊。哦，这上简单啊，叫大事啊。哦，伫遐咧维持迄个。管迄个规矩的就对啊啦。大树呀，搞伙计了解。再有一本，有一本哦，哦这有一本叫《小王子》，大家吼加减拢有看过《小王子》嘛？这是世界大的迄个文学作品，毋过来翻做台语版。哎呦，台语版的，嘿，台语版写得最好的哦，已经5刷啦。五刷5刷就是1、2刷。华文叫做5刷啊，6000多本啊。来，今日3本做100。3分做100，好不好？3000唔免，2000唔免，1000唔免，500唔免，300唔免，唔免，我送哦碰过，对吧？哎呀，3本拢送互我吼，啊那我会使送互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们。哎，会当。好，那迄个来阮即个公共电视台，甲阮这节目鼓励人跳出来，咱送，好不好？好，无问题。哦，你一心意要推广台语现代化，是什么叫做台语现代化？就是讲，甲咱即马吼，较实行即个话语，遐个事啊，甲翻做台语。譬如讲桌游，你有算过无？有啊，桌游，桌游要安怎讲？豆油吗？阿哥嘛，不是啦，阿哥啦，阿哥，桌游。查仔，伊嘛家己人对吧？对啊，对啊，你嘛有红南路的。啊，这是新的事，所以啊，顺从来合作多啊省，你多啊顶头省，嘿，多多啊省，还有时贴针啊嘿。哦，来，安住老师你有同意无？多啊省。得啊胜，伊迄是算大家坐到遐算真正这意思会通，因为有一寡新的语词一直咧产生啦，对啊，所以一寡咱嘛爱需要大家讲学一个新的名词啊，大家拢也好啊。你若不同会使直接对枪无要紧。无安尼做好啊。没有啊，跟安珠老师做好的，嘿啊。多啊省。多啊省。还有啊，还有一个吼，比如讲，这么做时间叫情绪勒索。哎，金属勒索是不要讲勒索，这是少年啊，少年的。无，这册写到最好的哦，10几万本哦。即么囡仔讲哦，老爸甲念就讲你甲情绪勒索。有。哎呀，就这样的呀。对台语。情绪，比如讲情绪，台语安怎讲？情绪。啊，还有啥物心情对吧？心情。啊，勒索咧。恐吓。恐吓，啊，还有啥物掳吧？绑架对吧？攞把叫绑架。哎呀，攞你把啊攞啊，迄个字啊。哦，啊，毋过啊吼，咱讲咱的心情最后讲起毛字，养，所以咱的情绪啊换做起毛，啊勒索咱就卡油啊，叫起毛卡油啊。起毛卡油，这是我发明的啦，系啊。老师你有意见？这大概拢有一寡想法啦，就像咱即马赛车店的有迄种迄个卫星导航。哎，对。啊，阮真干嘛是讨论这物件？你是讲卫星导航咱无台语化，爱照咱计，因为迄是咧报路嘛。爱照咱咧计算，有一只叫做带路。哎，对。带路机。啊，尾我拢都个来改做带路机啊，因为咱讲手机啊嘛。所以即马卫星导咱就讲带路机啊。其实这大家公惯是哦，约定俗成。啊，公惯是大家会当做伙来用，安尼就好啊。对啊。感谢你，多谢你替咱推动台语，来教育是真少年的做囡仔老师啦，我是感觉。那有可能真是少会的台语的老师专教，麻烦这位老师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请了。胖哥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苦的基金，不是甜的基金哦，苦基金。你这少年那变台语的专家？应该是讲，因为我自细汉的时阵有参加布袋戏团。
布袋一般拢是用真侪用文言伫咧发音的，有无吼？对所以更加困难。嗯所以你通做布袋，我是后场的，是拍鼓的。啊是恁兜的传统事业的是？是国校的时阵有参加北顶高校的卡湾人布袋戏团，乔婉然。易婉然啊，易婉然是咱的有关的师傅咧搬戏的，阮是较细汉是的，会阮的。北顶高校的布袋戏团。哦，所以你会斗诗句嘛吼？你用你家己要介绍用诗词来介绍下下关，白请了。小妹细口名之精，汉文讲话人顶精，搬戏拍鼓后场应，推广台语求创新。哇，这标准的，真是厉害。你伫这个拢一直讲台语的过程当中，那去恋爱拄着问题无？比如讲交到一个袂晓讲台语的啦，哦，敢有这款的问题？无呢，我就想讲，以后爱交男朋友一定爱是会晓讲台语的，哦，而且讲台语爱足好听的，亲像两位老师共款。查某的，哇，啊，今日你也袂？今天查某的，有查某囝两个啊，足高追的。伊几岁啊？诶，看起来可能还袂20哦。哦，你的人嘛，哦，伤咸啦。你看，幼气做幼气的，做幼气的，做幼气。老师你看咧？这可能差27、8差不多啦吼。哦，老师你啊，做老师得做老师咧，别当黑白讲啊！你真正是老师。我会讲讲实在话啊，我袂讲讨赖啦，会差你这是我的专利啊！对啊对啊，尊重你的专利啊。应该讲到底几岁？25呢？哎呦，老师你讲得失掉啦，他就这样。 25爱检讨爱检讨。咱现场既然讲咱无报题来一通好不？你讲你拍鼓的嘛？我是后场拍鼓的。后来你别看卖，咱两个试看卖好无？后来报题甲敲了。酒啊酒，酒是掺红壳，醉落去水落落，有的倒东西，有的倒南北，醉蒙醉，唔通人落海啊，人落海呢。啉酒唔通开车，开车都唔通啉酒。头前老警察要如何是好呢？车停到路边困，800块嘞。感谢配合要可以吗？会使会使，感碰过真厉害。两人嘛。我拢是伫后边听，就是因咧搬戏啊，到就是讲迄个台词。但是最近我看这布袋现象，甲一寡传统歌戏共款，已经渐渐一直无去，消失去。所以咱来注重，即摆因足简单咧，用一台发财啊，有无？啊，迄就敢若搭伫咧布棚啊，伫咧发财边仔遐啊放迄个录音的，啊，就一个伫咧网人录音，就一直放安尼啊，无人咧看。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咱有关单位所重视的问题吼。今仔日看到咱这姑娘啊，这尔个为着这推广咱这本土的文化，这尔出力吼，也加油，甲拍拍鼓励，好吗？是。说落去哦，说落去要来考大家台语的实力咯，请了。我不服。我认为今仔这个考台语程度这个问题出了小简单，但是简单当中可能会听一寡无共款的词出来。今仔要来甲大家研究就是讲，咱人去调镜了，调镜，你会安怎？会安怎说入去？动作要做出来，道具要做出来。来，卡落去来。哎呦！我说，我若调镜。我若着惊，我着会皮皮刷，皮皮刷，好。我若着惊，看到
青毛糖我会起鸡母皮。哎呦，看到起毛糖，我来卡落来。我讲我条件会安怎？我拿条件，我会穿车赛。你遮大汉啊？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啊，对啦，爱讲细汉的时阵，厉害的是，我来卡落来。哎，我拿条件，嘿，我拿条件我落去加润顺，假如顺前那边，加润顺就是你去变数拢会看到查甫的。这查啊，查囡仔看袂到来啊。调一个，所以老师你放着拢一直掉惊哦，你放着时阵掉惊。我听你会加润顺。我看到啊，我来这另外迄个开专门的主题来讨论啊。来卡落来，我拿条件，我拿条件，我的妈妈好呀。妈妈好。妈妈比如讲，看到什么？我看到啥物哦？哦，有人伫咧路边，哎呦，啊是有，不是人，不是罗蹦人，狗啊，我安尼，哦，啊就真正会妈妈好，不讲妈妈好啦，囡仔才会妈妈好，囡仔半暝囡仔妈好妈好较，对，好较大声，叽叽叫，干干叫。对对对对，好来，卡落来。我拿条件，我拿条件，我面都青顺顺。青顺顺。好来，今晚要来考试，我可能会做无用的。来，预备，来卡落来。哎，我拿条件，我目睭点大蕊，灯大蕊，哎，哎，雄雄错一个。嘿，目睭会点大蕊，真大蕊就，是安尼目睭人啊，安尼看对迄个方向去的时阵，挺开，哇，哎，那样呢？哟，哎，啊，我这细蕊边啊，没啊，你目睭大蕊皮康就好啊。灯皮康，皮康点大康，你平常点我看嘛，哎啦，惊到真正差济啊，大细刚差济。差济无多啦。嘿好来，卡落来。我拿条件，我的心中皮肤菜，心中诶，这做囡仔人个少年人做动作，心中皮肤菜，一般查甫人拢是啊。哦，所以查囡仔就安尼心中皮肤菜，迄个会加速安尼，所以就雄雄安尼啊，来卡落。我拿条件，我的颔棍会加老浸，加老浸。高颔棍的加老筋，来，什么意思？加老浸什么意思？那个叫落枕，枕。对，嘿。但问题是条件哪会加老筋？有啊，有啊，我看安珠老师只有搭这个啊，是加老筋。系啊，原来阮那是前什么办全国的活动吼，较忝。我错了，你用办，后壁就惊甲惊就无相关的。有啊，真正有，今晚做这人加老筋的啊。伊讲伊硬要讲有老师，你感觉？少年人啊，咱就尊重啊。尊重。啊，晓啊好得？麻烦者，哎，我会应该你白下大。歹势啦，歹势啦。哇！歹势啊！哎，强迫症要哪讲？安尼碰过有强迫症。什么？强迫症就是讲看人迄下啊安尼，你就挡袂牢，你无改绑，你就无啦，改绑。人碰过大心啦，伊惊迄下段啦，爸无好势，较有时惊落来啦，滑倒。你大哦你莫想伤济啦，哦，安尼啊，我以为这是一个足简单的行为，大心安尼尔。大心大心。好来卡落。我若条件就会骹手带皮皮麻，捌听过无？哎呦，变过，骹手带皮，皮皮麻。皮皮麻哦，对啦。较早我拢听人安尼讲，就讲吼，一般是正常讲，骹手麻皮皮带。对对对对啊，有人就是真正惊到啊，对无？对对对。哎，我骹手带皮皮麻，都啊变过。都伊都惊到有人讲骹手带皮皮麻，我你是咧讲啥？啊，真正惊到，诶，安尼算讲真，讲了袂顺啊。毋是颠倒有迄个惊到的感对觉。哦，啊，即句话吼，咧20几年前的时阵，足侪人超工安尼讲，变到流行。啊，流行了吼，正常个话讲骹手麻皮皮带，变到骹手带皮皮麻。皮皮麻，诶，这嘛是新的啦吼，新的感觉。来，卡落来。我若条件的我就会，我会直直胃寒起来，直直胃寒起来，直直胃寒起来，甲加仑顺有啥物无共款？加仑顺是一个啊，尔，直直胃寒起来是慢慢啊搓，慢慢啊搓，慢慢啊搓，是毋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好来，卡来。我若条件，我就失神魂，
失神魂。哦哟，这算较文雅。神就是7/3等于啊。7/3撇，有的走掉一条，有的条是失神魂。对啊，就要去家己个神魂找到转来。对哦，爱去收惊。谢谢，啊来卡落来。我若着惊，骹手尾冷叽叽，行到骹手尾冷叽叽，冷叽叽，你叫做卡手尾。这强度搁变的较强啊，骹冷手冷的，骹手尾冷叽叽。重点毋是这，重点是讲强度比因较强。较惊嘿，伊咧甲气位寒者，毋过我已经骹冷手冷啊。哎呦，所以我讲，我有讲，惊斯文当中带车拼的。你过来啊！哎呦哎呦哎呦！搁一遍倒，卡落。啊，我若着惊，啊娘喂，哎呦，哎，老师这样有较强哦。这愈来愈强啊！系啊，啊娘喂啊！喂，你交通事故闪过，啊娘喂吼，无着你。我加载。啊娘喂啊！所以这边的戏，这就叫做啊娘喂啊，安尼。安尼啊，啊是讲有人吼，我讲后壁唔通讲无通讲啊，莫甲伊安尼，较歹话，较歹喙。了解。对出来。啊娘喂，表演真好。卡咧。啊，我若着惊，我会喘大气，喘大气，形容唔系开喘袂过，喘大气，喘大气。你感觉喘大气会使？会当啊，你当嘛大会当气喘袂离。哎呦，卡咧。我若着惊，我会倒退后3000里。倒退后3000里。即满毋做时间，迄红仔册毋是安尼，即个叫拍者。倒将讲拍落去，咻就3000里。但是这是现代用语吧？所以咱来做新厝，咱毋问着讲咱即马大家有新的词啊。会通无？3000里老师。顺昌的是作家啦，所以伊一寡语词其实咱会当参考。安尼形容吼，你看哇，倒退愈安尼3000里安尼，有3000里你较早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较早拢讲我尊重哦。来，你过来啊！来，靠落来。啊，我若着惊，我惊甲喙齿拍干，拢袂晓讲话啊！哦，喙齿拍干，拍干，怕感，喙齿拍干的华语叫做舌头打结嘛嘿，喙齿拍话干，话拢讲袂出来，讲袂认得，讲袂好势应。该讲会出来，我已经讲袂出来。惊甲喙齿拍干，咱今仔已经听甲真侪惊甲上悬的境界啊！是，俗语讲了好。这报告写了真水哦，吼。感谢局长。啊，你的名啊，好多基金，你做一排啊。饮料上健康的，顶礼拜掠到迄什么抢银行的，哦，抢银行啊掠到呢，无简单哦。啊，抢银行掠到了，还有啥物大案件无啊？报告局长啊，最近哦，咱的管区足安全的，无发生啥物案件。安尼上好，莫有啥物案件发生，百姓唔是大家过了的，事实对不对？对啊，因为局长英明，有局长的带领吼，咱的管区今年绝对又阁是全台湾上高破案的分局啊！你拄是讲我有英明，是有囡仔灵咧甲我对。英明，英明。对。警察先生代志大条啊！哦，真正的哦，足恐怖的。安全是偌恐怖啦！真恐怖啦！嘿啦，这今摆是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我甲你讲哦，我惊吼，等伊的厝的，等伊的路的吼，经过中兴引导，你知安怎无？结果吼，因厝内底传来一个查甫人的声，伊讲：你在死啊！我今仔日绝对要甲你解决掉！哇！哎呦，我听着吼，都要惊死啊呢！哦，所以你听到了，赶紧喊你人。嘿啊，已经带伊过来甲你报案啊！对啦，足恐怖啊！过来，我跟你讲，迄个，你先甲因带去边啊，做一个笔录的，哈。进来，去甲记录嗯，足恐怖。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总跟那都奇怪。哎呀，系啦，叫丢。啊，这代志是出代志，会就做，会就做。大事大条啊啦！大条啦。系啊，叫做是安尼啦，阮头拄哦伫咧街仔上咧踅街啦，踅街，啊看到一群人啦，哎，啊，一个人是安怎？落到我过去的时阵啊，吼，对对迄人带一条遐么惊死，你知无？嗯，惊死人哦，真正是惊死人哦。嘿，有一个人哦，
迄中兄的面哦，拢是火，会老火，红记记的对对会，对，中兄仔的面拢是火。对对对对对。诶，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而？且呢，旁边啊有围足侪一群人人，嘿，拢咧一直咧看，一直咧看。罗马你甲拍，你知无？就是拍系啊，系哦，足恐怖，你知无？对啊迄罗马一人一棍，迄个筋甲木，甲麦甲卡。警察去甲伊救一个啦。哎呀，迄罗马人，即么人够伫啊嘛？嘿啦，搁伫遐。系啊系啊。啊，不，我唔知，我就是看到迄迄面拢是火西西啦，系啊，足恐怖啊啦，一定受伤啊啦。救人，救人大人啊！救人啊！这中央阿爷人诶。哇！你先乱，你先乱。你快紧来较紧再叫我念你外口传救我车。哎，我你讲你厝边厝内的人电话互我，我甲你叫因过来，紧来紧哎，你来，爹无代志的哈。电话互我啦。系啦，你是从我是要往生啊你啦？啊，你就是要往生啊！头拄有一群人咧甲你站啊，毋是吗？啊！你面安尼哇，回到家呢，话足严重的啦。无啦，我哪有去用站啦？你黑白讲，你不是受伤无，我是较拄爱食迄马铃薯条，爱即个茄汁布，你知无？啊，即个喷到规个面啊！我靠红拍黑白讲，现在你是咧食迄个薯条，嘿嘿嘿，啊再去茄汁布啦，番茄酱啦。恁拢唔捌互番茄酱喷过面对无？啊，喷到那爱就是安那。啊，是生的啦，喷到我目睭啦，哦。啊，你头拄搁什么救人？你是咧救什么人啊看你？叫有什么物仔做，我吃一个无啊？明仔做你吃着我增加呢。你是咧？无啦。哦，哦，安尼啦，起来，你嘛莫啊含你安尼，这是简单的代志，讲到安尼要惊死人。哎，来，恁笔录做好来。是啦，拄则伊这情形哦，就是讲也无介严重啊，讲甲袂输安尼，规面全都有诶无报甲安尼恐怖甲要死。其实即款形容两句俗语会当形容，第一句叫做好少较少嘛会险，第二句叫做好少挂八角。挂八角也是钱的单位吗？毋是啦，迄是咱咧控卖时阵加的，一种迄八角的嘛。 八十钱安尼嘿，好少10钱有挂八角八几工安尼嘿。来，这个情形战胜第一句的好少较少嘛险的，请举手。哎，老师拢有。你有疑心者的嘛？你有疑心者的。哎，我嘛是，我恁两个经济，很啦，你先看人数条。对吧？对吧？我咧等啊，我是讲无紧来陪伊啦。你讲肥个。好少较少嘛险，嘿，主要是咧形容。因为讲好少明明都是袂险的物件，啊伊就讲较少嘛是会险啊。系啊，讲到少安怎啊？讲到少含的啊，伊都明明无代志的讲，啊惊救人啊！有道理呢。我是安尼。我嘛是安尼感觉，我就是安尼感觉。解说了袂歹，好少是险的啊，八角嘛是险的啊，险的佫掺险的佫喊呱呱，所以搭茶入来山。今仔日这个问题足麻烦。无八个是甜的吧？毋是，因连最后解答的人，毋代表咱讲我毋知。伊讲险的，就是搭茶入来山，意思就是你讲的啊，讲。一只水牛放到水啊，一只水鸡放到水牛大安尼，喊呱呱。第一句吼，好少较少嘛会险，因为这是伊的本性。就咱以前有补充过，就是讲迄个甘草自来甜，黄年少骨苦。甘草本来就甜的，无论讲济还是少。啊，那黄年呢？无论是一两两粒，你甘拢会甘拢会足苦。所以本质伫遐啦，无讲数量来影响，就讲番薯好食，免大条。所以是数量无法度决定一切啦。是。啊，另外第二句就是讲，好少挂八角头，主任讲的一个重点，好少是险的。啊，八角是嘛是险，毋过伊加一个甜味，而且八角有一个好处哦，你甲无迄个肉做伙控的时阵哦，做老阮拢知影，咸甜啊咸甜，啊而且加迄肉馅哦，会较降低，所以变做煮物件的时阵哦，本来是掺好少就好，啊八角是那蓝蓝的，就像咱咧讲话，啊且煮物件的时阵哦，啊凊彩蓝黑白加，啊无影无食的代志吼，啊讲安那真的咧，啊明明是茄汁布安尼尔喷的尔，啊讲互拍甲规味拢是会，所以变做头碰过讲的重点，加油添醋，这小小代志，互伊加一个，变做好碰甲水牛大，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好少挂八角。
我就讲这集一定要去啊！怪物铁架布，哎，今天也有对白嘛。有对白。对对对，拍拍鼓励。耶！本来是大家拢读诗词啦吼，个囡仔歌啦，等等，今日无讲。无讲。哎，讨厌。在做四大天王、四大金刚，最好势啊！最好势啊！哎呦，恁三个今仔去升级做老师，评审老师。来，今仔要考，嘛毋是讲考啦，台语接咧吼，来每一个人，为第一个、第二个，每一个人有数字的来个给他熟记。哎呦，数字哦，台语，所以你就为一开始要的。来，卡落来，无时间咯，你想要第数字台语熟记啊？语言技术数码难对，语言技术数码难对字，加了。一减二个梦啦，减四个。水啦，对的，插看水听啊，三色人讲五色话，三色人讲，靠来来，四五四四，我真个是啊，想无想无，哪有可能？是你想无是？是一个钱拍24个角啊，哦，哎呀，是就伫内底啊老师甲你，讲无这条互你过，好，预备卡落，一个只拍24个，一个钱拍24个角，是伫内底，五四三五虎下山，五好下山六。系啊，这些系啊，辣六連跳到899，哦，辣，六出機身，六出機山哦，可以嗎？可以，當，但係是我解想嘅呢。哦，拜託，多謝，放過多謝。咪七祖八賽，七祖八賽，九，八，八仙過海。八仙過海，八仙過海，九，九中央，九中央位頭開始一，十全十美，十到十啊，十到十美，一人行一路，一人加一路，二，五四三二一，無啊，二，想買晒，香萬年乡里乡富贵，香對，三聲大三聲紅阿飄，好老鼠紅阿飄，三聲老公啊飄，富貴如春，富貴如春，五，五福臨門，五號連門，六，六大順，六大順七，七道八道一直行，小蛋有意見無？七道八道这是地名啦，有一个就单单的啊，老师拢无。好啦，老师有些人讲7749工。无啊，老师，会当诶，嘿随便丢来，老师即摆就会感觉到阮的感受。对啦，第二家无遐简单，老师。我坐你家拢想会到，我调台也在想诶。对，安珠老師，是你這想含，歹勢，七道八道一直行。我來，初一啦，初一就初一啊，吼。好來，啊，你這邊無啊嘛，吼。我真正無。哦，你遐休困吼，要泡一下茶，啉一下酒，還是要配一下土豆啦，？食咖啡。好來，七過了八，卡嘞，速度，八仙過海，八仙過海做迄邊講，八，八仙過海講過啊？哦，哎呦，五、四、三、 1862，無，一，有啊，八啊，是人，一，無，有啊，有無？剩兩位，哦 PK 啊哦，胡椒掛八角啊，啊未，着你啊，拄啊，就使用着嘛。好來，卡嘞，八，八哦，八土豆，喂，老師，這有較鹹啦，这袂使，這有較鹹嘛？就講對咧，我可以過。不是真人啥是啊，你安住老師冠軍啊咧，因無你甲講好挑剔的咧，這個哦，唔係，八可能愛就過你一個機會，八角啊，胡椒掛八角啊，啊你就講的就好啊，你就無怪，你就不會講。對，胡椒掛八角，哎，胡椒八角，對對對夠，
九门提督，九门提到水啦，九门提，十，十啊十，站18啦。十对嘛是啊，18啦。我问看平均老师安尼通过的，18可以吗？袂使， 18，袂使袂哦。使，伊无算一个数吧？ 18人爱讲伊安怎啊？18人安怎？凤我甲你讲，坐你遮真正拢想有，啊不你讲靠落拢无，靠落这个白10， 12月甘蔗，上头甜， 12月刚讲， 12月甘蔗你讲，哇，厉害嘞！知道吧？对啊。所以等伊替你讲的啦，好唔好？哎，好这。有靠来，来，哎呦，变偌济啊？对啦，你君主无赢头半期，头已经冇头毛嘅水，你相识国庆，相识国庆，免讲过啊啦吼，相卡落来3，三人若共心，乌土变成金。所以啦，是。素不拉汤，喂，在你玩，你在玩呢哦，是不啦？他其实蛮帅，有啊，是我是感觉爱数啦，爱数数，像迄老师安尼讲的，安祖老师用讲一句数安尼啊。诶，对啊你今日做老师表情拢无共，有真的吗？啊无啊，伊也坐迄个位好。唔记啊，无啦，我是讲七到八到弟弟行拢会使安尼啊，数不了通爱安怎啊？是不？你有过我收无啦？掉，我收掉啊！数了，收掉讲较完整的啦，你想着是不？就是互伊时间想啦可以，时间我互伊时间是，卡嘞，无啉素不拉汤，不三不四，不三不四的，不三不四啊，不要会好使啊。来个，五号人文，我都有讲过，我你冇讲过啊。五五柱顶科，我注定可水啦，对啊，咱两讲嘢六就，个六，对啊，讲嘢就出岐山啊，要出岐山六，我就跟你讲对啊，拢我跟你讲，坐你遮要跳兴旺，六跳兴旺，哦，大点，七七讲八唔对，七讲八唔对，哎，九八，八啊，八角啊，八角拄啊是胡椒挂八角，即马八角挂胡椒，安尼拗到玫瑰。有啊，八有啊，老师你八啊个无？八八啊，八仙过海，过讲过啊，啊，八八七讲八唔对，讲对，七讲八唔对，讲过讲啊。过啊，八八仙过海嘛，讲过。讲过，四平四通八达，四通八达，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四面八方。哎，四通八达，哎，你啊你无啊？你输啊？无啊呢，九啊，九九啊，9月太无人知，九月红太无人知，哎，九月红太无人知。机会啊！你敢这搞？麻烦你两个位哈。今天啦，去啦！来的。我来要坐你遐，都拢想无，坐你遮想无啦。你边啊，哎，赛啦！你拢想，无，我坐你面顶啊，你卡拢想无。要卡来卡来，剩你两个哈，九月太叫你着来10。无要跳过哦，5、4、3、这有钱2、家， 1， 是转大10万8千里， 10万8千里水，什么？一支草1点路。水啊！2，两人若共心，乌头变两金，两全其美，江南水啦，两全其美。 3，三公司唔对，讲过吗？讲过啊。 3，一遍， 3月3，你啊， 3月23夜马祖。水啦，3月23亚马豆，4，四季红袂使吼，四季红，四季如春，四季如春，5，我主靠无。哎，够厉害啦！我主靠王水啦，7，大顺， 7 7月半啊，唔知死我。对，OK，啊， 5，一声8，八仙过海讲过啊讲，过2声8。3声8，4声8，5声8，说恭喜，第一名冠军是，老师。
来，请讲着胜利的感言。我感觉好，我了解了。来，请老师请起，感谢诸位老师的光临，感谢大家欣赏，后礼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你好》。